咱个鸡卵介绍为今年的3月份，大卖一斤是起价历史上悬的55块了后，即马总算是有降落来。台北市内商工会6月7日邀请各地代表开会，为6月14产地甲大卖介绍一斤会俗3块，大卖一斤是变做是52块，而且嘛讲未来会看情形继续调降介绍。 将烧烫烫现卤的卤味放上架，高分类摆好整齐。尤其这个卤甲芳、高入味的卤卵，更较是受到民众喜喜。也毋过进前因为两家起一个卤卵爱20块，即马鸡卵产量计数拢得咧回粉，店家的计数也得咧降。 我就是卖一颗卖20块这样子，现在我差不多12、13块，我就有时候有可能如果它浮动比较大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调整。 最近国内随着产量豆豆恢复，市场价能供应恢复特殊。两家审议委员会伫7召开初步决议，就是拜三起大卖价、产地价有希望每台斤拢降新台票3块。降价当然是比较好啊，问题它能降多久呢？因为单价始终不稳定啊。跟现在当然有关系啊，就是最主要是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市况比较弱一点，所以会提早做一个调整措施。 回顾这波两家走势，去年7月产地甲大卖价每台斤分别起2块来到42块5，降52块；10月降2块，今年2月13各起2块；3月7日一摆起3块，产地价已经冲到45块5，大卖价55块，创历史新高。即马计数真无简单，要下收，而且未来也阁有调整的空间。它市场也不行了，如果市场关系不好，要降就再降嘛。 根据农委会公布上新鸡卵产销资讯，目前国内每工大约有3164万只卵鸡投入生产，鸡卵每工生产量比顶礼拜回升到11.4万箱，嫌过离民众每工大约爱12万箱的用量又还有欠。农委会也是爱透过进口鸡卵补助，因为目前进口鸡卵主要是加工使用，基本上超市顶通路主要也是国产鸡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